今日同大家講下胡志明市嘅日本街。咁大家好，我係鏡仔。日本街咧其實係一個有大量日本商店嘅街區，咁有各種餐廳啦、酒吧啦同埋日式居酒屋。咁點解會咁出名呢？主要係因為街區入邊咧有間奧黛服嘅工作坊。咁奧黛咧其實就係越南嘅傳統民族服裝之一。咁由於其修身嘅設計咧，就將東方女性魅力表露得巨細無遺，實在令人神魂顛倒。咁為咗推廣呢個奧黛服咧，呢間工作坊嘅員工係會堅持身穿素白色嘅傳統奧黛，為呢種古老嘅服裝重新注入活力啊！導致佢哋喺日本街嘅辨識度就非常之高。時至今日咧，工作坊就已經越嚟越出名㗎啦。而家甚至由一間就變咗兩間，更多對住奧黛有着深厚熱愛嘅朋友就加入咗呢個工作坊。咁佢哋年青咧，亦都具備精湛嘅工藝同埋技巧。工作坊就免費參觀嘅，裝修糅合咗現代氣氛，更加好嘅環境，等參觀嘅人就更加舒服。咁亦都可以參與製作全套奧黛服。佢哋有舉辦 workshop， 如果冇興趣嘅，你都可以去行下。日本街入邊咧就仲有唔少其他嘅日式居酒屋嘅，不過呢個咧就下集就再同大家講啦。